大家好，今日由世紀21宇田地產 Judy 為大家介紹大埔太和區嘅私人屋苑。呢個係太和花園，實用面積355尺嘅兩房單位。入屋睇睇先，呢個冇玄關位，方正大廳。廳望出去東南景觀，開揚，房間方正，兩邊窗，光線充足。對面就係太和火車站。呢一邊景觀都係望返太和火車站。浴室採用地方，有窗，空氣流通。廚房呢度可以擺放洗衣機、雪櫃，亦都有好多儲物嘅空間。太和花園位置優越，鄰近太和火車站，步行火車站只需要4分鐘。太和花園有會所設施、網球場、泳池、健身室等等。附近食肆林立，亦都有8大型百貨公司。呢個單位業主意向放租，有興趣嘅朋友請向世紀21宇田地產查詢。多謝。Century 21. This is our time. This is our century.